各位点文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，母亲节快乐！今天由后学来导读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恭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知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三世诸佛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持一切苦，真实不息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青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演发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迎雷震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原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言中续，本言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直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便如生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梵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
是为菩萨救众生。秦岭36连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舍己造其遮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世卿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炎人香儿女，佛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差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1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德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一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好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袍星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银雷震开护体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义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。南北2极连中系，稳年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气超生。自得西来白杨直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地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5方内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这对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华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
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舍己造极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复活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周吴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差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1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人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入定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，走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点发印证跑三圣，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长代十字点神兵，银雷震开雾奇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义县，周原显化在东。南北2极连中系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实念佛来救，我朵今年气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硬马变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类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改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这对3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此方真武为将帅，
心念弘华显神通，舍己在即遮日夜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五方为帅总，自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贤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神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家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福乐气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自令地下生，周胡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耳唱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真，修持节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8叩9叩，10叩走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敬礼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赵长林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四手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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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上天慈悲，各位点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或许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母亲节快乐。好，感恩王护领任慈悲。感谢。
感恩父亲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母亲节快乐！感恩各位领任和护领任慈悲，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、那个王菲星期一都有事各位情，点传师，你以后大要排家晚哦，不要跟他安。排礼拜一。王菲前贤哦，你不要跟他排礼拜一。晚安。王佩仪啊，王佩仪。各位前就是贤，王富领任的女儿嘛。不是啊，不要不是吗？晚安晚安。也是啊。